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哥特吹水拖。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傾下今日嘅世界盃賽事啦嚇。因為個時間關係咧，小弟就淨係睇咗應該係 F 組嗰兩場，就係荷蘭對瑞典同埋中午，即係呢邊華南時間中午12點鐘嘅日本對突尼西亞。OK， 先講，所以就重點講下呢兩場啦。先講下荷蘭，荷蘭呢場呢，我個人感覺嚇，朗羅高文終於算叫做即係用啱人，即係上一場呢，佢就用馬倫踢中鋒，左邊加普，右邊就係Summerfield，即係韋斯咸嗰個邊鋒啦嚇。然之後今場呢，佢就唔用佢就收埋 Summerfield， 將馬倫由中鋒位上一場即係唔係幾好嘛效果，將中鋒位移去右邊啦，就出咗新特蘭嘅嗰個大隻中鋒布洛比。雖然話咧即係布洛比就唔係高，但好明顯佢係個體型係大大隻隻。咁如果你話以中鋒你需要開山劈石去喺前面開路或者即係叫做搶點又好乜都好嘅話，咁好明顯即係布洛比係啱用過馬倫㗎。甚或乎即係後備嘅，即係佢2年前歐國杯一路用開嘅迪比都好，都係㗎，都好過迪比。所以正路嚟講應該用即係以當打同埋嗰個功效用嚟講，用布洛比應該合理啲。結果佢今日就咁擺啦。OK， 咁中場3個一樣嘅，後邊一樣。結果咧出到嚟好明顯，你擺啱人之後，然之後個戰術都係用兩邊殺落底線出波，然之後揾中鋒嚟搶點呢種嗰個踢法，咁就非常之有效啦。結果開賽初段10零分鐘，布洛比已經梅開二度，開咗非常好嘅好頭，2-0領先咗啦。2-0領先咗之後，成個上半場其實唔係成個上半場。基本上都算係上半場啦。上半場嚟講，荷蘭嘅進攻主要就由邊路咁樣發起，即係落底刮出嚟，即係等布洛比又好，即係如果右邊刮咁就布洛比同埋左邊嘅左邊嘅就包抄，左邊刮就布洛比同埋右邊嘅包抄咁樣嘅踢法，好明顯就打穿晒瑞典嘅嗰個邊路防守嘅。瑞典嘅邊路防守真係好弱，以呢場波嚟計下，上一場可能佢哋大勝突尼西亞5-1，炒到突尼西亞都要臨場換教練。其實諗翻轉頭好戇居，我覺得呢啲後邊先講啦嚇。上一場瑞典咁大炒到突尼西亞之後咧，可能自我感覺良好啦嚇。當然講翻轉頭。今場波瑞典嘅約基尼斯同埋伊薩克，仲有佢嗰個踢白里頓嗰個，我唔記得咗咩名嘅嗰個喺中即係好似係喺進攻中場嗰個。呢3個人嘅踢出嚟咧都幾好嘅，但係就係即係得佢前面係得佢3個踢得幾好，但中後場真係踢得好鬼死散。中後場踢得好鬼死散嘅情況之下，咁就邊路又防唔到喎，邊路又防唔住荷蘭，結果就係咁俾人打穿之下，咁到咗下半場叫做即係上半場已經輸到2-0，然之後荷蘭再入多粒，加普再入多粒就3-0之後開始 OK， 咁就換人啦，開始識換人啦，將啲中後場即係表現得唔係幾好嘅換人，換上咗艾蘭加仲有好似係熱刺嗰個中場我唔記得咗咩譯名啦。總之就換咗3個人，然之後咧就算叫做有少少起色，然之後就艾蘭加咁樣喺即係右邊路，算叫右邊路叫做右邊路嗰度就突破越位陷阱，咁就入翻粒3-1之後，咁都算叫有少少起色嘅。但係後邊就又開始後邊就完全防唔住啦，又漏人啦，結果就輸多2粒就變咗，即係加普又整多粒4-1，然之後最後換上嚟，即係下半場換上場嘅
下半場換走咗馬倫，換上嚟嘅森美喬，又後邊就尾段又整多粒5-1，最終就5-1收場。即係呢場波就好明顯睇到，你荷蘭如果擺啱人用咩人嘅話，其實都幾強勁嘅，即係進攻啊、防守方面都冇乜問題嘅，都幾強勁嘅。問題就係你朗奴高文擺啱人，用啱人，用乜嘢人踢咩位，你唔好再迷信咩迪比啊、馬倫啊呢啲咁嘅，其實已經好正路噶啦。而瑞典方面咧就真係其實係好明顯，瑞典都算叫做中前場。頭先我提到嘅3個咧，其實都算 OK 嘅，但係後邊嘅問題真係大。就算踢到3中堅都好，佢哋都防守都好脆弱啊！即係呢場波都睇得出。所以上一場唔知因為上一場大炒更加弱嘅突尼西亞，令到佢哋有啲錯覺，覺得自己好勁啦嚇。所以今場就好似都好，我頭先講嘅中後場好鬆散，好弱啊，好弱雞啊，所以就大輸大敗一場。咁啊，唔知佢哋最後一場對日本會點啦？我覺得咧，睇完日本呢場之後咧，我覺得佢瑞典都係冇運行嘅。我覺得呢組應該係荷蘭同埋日本爭小組第一出線嘅。當然邊個第一、第二可能要睇個得失球啦嚇。OK， 到後邊呢場日本啦，日本對突尼西亞，以第一場嚟講咧，日本贏係好正路嘅。而今場波咧，日本亦都好快咁開到紀錄，亦都係邊路。亦都係好空嘅，即係突尼西亞後防好空，又係日本由個波右邊攞到波，然之後去到中間分喺左邊已經空晒，然之後左邊嗰個中村敬斗攞住波落底，衝落底線掛入中間，叫做連綿大地，叫做喺人群之中叫做推撞之下，咁就個後腳撩咗入網，咁就已經好似5分鐘已經1-0。日本又好快咁開到紀錄，所以其實有開咗紀錄之後，日本就更加即係穩陣，叫做控住個節奏嚟踢啦。即係佢又唔同你快，但係咧佢有機會嘅時候咧，佢就會個節奏可以，即係佢可以節奏控得好慢。但係佢有機會嘅時候，佢一嘢掟上去長傳，或者一嘢直線拖上去，就即刻打快。第二球波其實都有少少咁嘅，即係咁嘅形勢之下攞出嚟嘅，就係搶到球波，然之後喺中路一個執俾上田以世呢個中鋒，而家上田以世呢球波其實都睇得出，突尼西亞防守真係好弱雞嘅。你上田以世背身攞住波，後邊個後衞竟然褪喎，你後邊冇人，或者講你係自己最後一個，你當你係面對面單對住佢。咁你唔應該褪成2米幾3米褪咁遠啦，你應該拍上去啦，趁佢未轉身，佢攞到波嘅時候拍佢，然之後唔俾佢轉身，你就算 foul down 佢咁你好啊。佢唔係，佢又驚，然之後睇住人哋攞波連轉身控下，隔成2米㗎，2、3米遠咁控下，咁上田以世控住個波帶下去到禁區頂，咁你唔過嚟防，咁我梗係抽你㗎啦。結果就抽咗個死角2-0，所以真係突尼西亞換教練同唔換教練都好弱雞啲防守。其實我而家講翻轉頭，我覺得突尼西亞個足總換第一場已經換教練係好戇鳩嘅，即係你啱啱個教練嚟到第一場大敗一場，咁你應該佢揾即係等佢即係吸取下教訓又好點都好。有即時即係佢起碼帶住佢要即時有一調整啩，但係而家唔係即刻炒咗佢，揾個第二個人接手，咁咪一鬼樣，即係連調整嘅空間都冇埋。即係上一場因為唔係佢帶噶嘛，上一場唔係佢帶嘅話，咁隊波究竟好與唔好，咁佢根本唔知㗎。佢上一場我冇記錯係星期一踢嘅，今日係星期日，即係我當你係美國時間啦，我當你美洲時間，上一場即係星期日，今日星期六。你得個幾日啊？5日時間，你想個新嚟嘅教練5日嘅時間睇翻啲錄像，睇翻嗰場波錄像，咁你點樣可以揾到即係有邊度唔好，有邊度好咁？開玩笑啦！真係我講笑咁講啊！而家呢個咁嘅教練
成隊波26人，佢唔知記唔記得晒26個人嘅名添喎，真係老老實實。所以即係我覺得就，所以呢場波後邊即係下半場日本都入多2球，大炒4-0，我覺得好合理嘅，甚至乎係有可能去到5-6-0添，只不過日本叫做即係叫做控制住個節奏，好似我頭先話齋，控制住個節奏，快嘅時候有空位嘅時候，我先突然快一下。你冇空位嘅話，我就唔谷上去啦。咁就所以先即係叫做控制住個戰局嚟踢嘅時候，先贏到4-0咁少啫喎。如果唔係佢即係下下快嘅話，日本我覺得5-6球波都得喎。所以呢場波就凸顯咗日本咧凸顯咗咧日本同荷蘭喺呢組咧其實係高啲嘅，我覺得係出線咧，我覺得應該係佢兩隊㗎啦，應該因為佢而家佢兩隊都4分啦，起碼最少都可以有到第3名。但係我個人覺得咧，睇完呢2輪之後，我覺得呢兩隊應該係爭首次名㗎啦，冇得爭㗎啦。瑞典係弱少少，然之後最弱嘅就突尼西亞已經出咗局添啦。而家應該即係雖然我冇睇其他社交媒體或者冇睇其他嘅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嗰度 show 出嚟啊，因為琴日即係出咗局嗰兩隊嘅話咧，即係嗰啲BR 啊，Twitter 嗰度 BR 啊，嗰度Romano 啊，都即長話喺邊已經出咗局咁樣。我而家未睇啊，我唔知係咪突尼西亞，但係我自己計到數咧，覺得突尼西亞因為已經輸咗俾瑞典，已經輸咗俾日本，即係佢最後一場贏咗嘅話都唔可能超越日本嘅分數。然之後就算佢最後一場贏到嘅話，佢都係得個3分，同而家瑞典同分情況之下咧，呢屆好似係比即係叫做比對戰成績嘅。即係對賽成績，咁對賽成績佢已經輸咗俾瑞典嘅話，咁佢已經出咗局。因為佢就算最後一場贏咗嘅話，都得3分，點都超唔過日本同荷蘭。然之後就算佢同積，我就算瑞典係 keep 住同積3分嘅話，咁都係輸俾瑞典嘅，所以佢點都係小組最後尾，所以我自己計應該已經出咗局㗎啦。所以我個人感覺咧，係突尼西亞個足總係自己戇居嘅，自己係當然啦。你話佢2場都係表現差，咁輸得大。出局係合理，但係佢自己嘅足總又真係戇居。第一場即炒，第2場連個原本嘅教練想即係糾正應該糾正乜嘢，應該糾正唔糾正乜嘢，都機會都冇，即係重新再嚟過就更加戇居。所以我覺得真係有時候真係人戇鳩起上嚟，真係乜嘢做得出嘅真係。OK， 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嘅嘢啱聽嘅話，就歡迎 CLS 小弟嘅頻道，多謝大家支持。